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哀傷係咪一定要經歷嘅呢？點樣先至可以由哀悼去到相信呢？書入面有一個章節叫做從哀悼到相信。約翰好坦誠咁分享咗哀傷嘅真實面貌。佢話每個人面對失去嘅方式都唔同，冇一個標準答案。你可能會經歷各式各樣嘅症狀，身體精疲力盡，無法入睡，健忘，胃口減少，又或者沉溺於食物同酒精，甚至為咗逃避面對悲傷而投身於工作之中。呢啲全部都係正常，因為哀傷係一個過程，冇人可以催促你、控制你，或者強迫你快啲好返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速度，無法加以催促。但係約翰話，療癒嘅關鍵係由哀悼慢慢過渡到相信，相信生命會繼續，相信親人只係去咗另一個地方，相信我哋嘅愛從未中斷。呢個過程需要時間，但係一定會嚟。佢建議，如果過咗6個月，哀傷仍然係非常沉重嘅負擔，而你仲喺度掙扎，想要回復正常生活，但又冇能力顧及生活上嘅一啲重要事情，咁就應該尋求專業嘅悲傷輔導員或者治療師嘅協助。伸手求助絕對冇任何唔妥。有時家人或者朋友可能冇辦法提供緩減傷痛所需要嘅專業引導。約翰話俾我哋知道，哀傷係必經嘅過程，但係我哋唔需要永遠停留喺哀傷入面，俾時間自己慢慢行返出嚟，帶住喺彼岸嘅佢嘅嗰份力量，繼續去體驗我哋生命中未完嘅美好。